主后2024年5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点倒下会喜乐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64篇第10到第10节。大笔的诗交予圣乐长。上帝啊，我埋怨的时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免惊对敌的陷害。求你将我放捌，互我脱离邪恶的人的阴谋，脱离做歹的人的计谋。因磨因的舌，亲像磨刀；因用恶毒的话做箭，底瞄准。埋伏要射无辜的人，因忽然射伊，手嘛无掣。因参详歹计谋，暗中设计，张罗网讲，啥人会看见咱？因都无歹代讲，我已经有想出上精密的计谋。人的心思念头实在有够诡诈。毋过，上帝要用箭射因，因会忽然受伤，因会互家己讲的话害死，看见的人拢会摇头。众人拢会惊吓，要保养上帝的所做，详细想伊的作为。义人会因为上主来欢喜，嘛会倚靠伊得到安全。所有心正直的人拢会称赞伊。点倒下会喜乐。酸言冷语是10万人自顾不变的武器，无达成伤害是袂罢休。阮查某囝伫国中一入学，入捌真侪好斗阵的同学，总是因为彼此误会，摩擦所讲的几句话，受刺激，就无想要去学校，甚至想要转学。较早透过基督徒导师的协调，互即对同学坐落来还原经过，误会澄清了后，还是好朋友。撒母耳记上卷17章到20章记载，大卫杀死歌利亚，激励以色列人战胜非利士人。当因凯旋归来的时，街路上妇女会若跳会若唱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这毋简单引来扫罗嫉妒，也互邪神控制。扫罗想要杀大卫。谨慎的大卫认真骨力侍候扫罗，毋过毋知影扫罗为虾米要杀伊，就向好友约拿单求助。大卫请约拿单伫初一自产的时，用伊转去故乡献祭的理由，甲扫罗请假。扫罗若讲好，大卫就安全；扫罗若受气，就证明扫罗决心要杀伊。后来，扫罗发现大卫欠息，非常受气，甚至责骂为大卫讲好听话的囝约拿单：“你这个不忠悖逆的查某人生的囝，我就知你徛伫亚细囝迄边，家己取凌辱，搁互你的老母受到痛体的见效。亚细囝若活地，你甲你的王权一定袂稳固。担着派人去甲掠来我遮，伊一定着死。”扫罗甚至提枪血往约拿单，连囝也毋顾惜。今日所读的诗篇是大卫闪避对杀的时的祈祷。大卫祈祷讲：“求你将我放捌，互我脱离邪恶的人的阴谋，脱离做歹的人的计谋。因磨因的舌，亲像磨刀；因用恶毒的话做箭，底瞄准。埋伏要射无辜的人，因忽然射伊，手嘛无掣。南非国父
曼德拉也捌亲像大笔共款遭受陷害。长多年，伊为着要反抗种族隔离政策，成立武装组织准备抗争，后来被美国遭判刑27年，互关点罗本岛约18年。1990年，曼德拉出狱的时讲：当我行出牢房，我若袂当甲悲痛甲怨恨留踮身后，那安尼我其实还踮伫狱中。1994年，伊受选做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。1999年决心卸任的伊讲：我已经演完我的角色，现在只求恬恬平静过生活。当伊退休了后，无论政坛偌吵，伊拢无表示意见，只有独独伫立伫调停争端荒地爱子顶，活到95岁高龄过身。闪过说了道下的大笔上赞上帝，义人会因为上主来欢喜，嘛会倚靠伊得到安全。所有心正直的人拢会称赞伊。曼德拉武装抗争看若像是失败，毋过伊的信心品格才是真正的胜利。说了用喙用刀伤人，若像是占尽上风，最终却死伫无情的刀下。知影安怎踮伫刀下求生，也成做今仔日这场网络世界求生的技能之一。总是酸民敢若会用刀仔喙拼倒酸言冷语伤害人。若是义人会知影投靠上主，流露喜乐的性命。默想我家己讲过的话，会当受会起上帝检验无？我家己讲过的话，会当受会起上帝的检验无？咱来祈祷，明辨是非的上帝，求你定调我的志，无随意犯罪。就算伫酸言冷语的刀下，也求你继续伫我心中种落喜乐的愿望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